县要鼓励老大人注预防射，讲65岁以上的长辈才来注射，除了送500块的礼券，阁要免费送2剂快筛试剂。这2礼拜是校园注射的高峰期，但是中央临时甲要配合南投县的儿童疫苗来抽调，是拍乱整个疫苗调度的计划。南投县确诊人数继续咧增加，县政府表示讲疫情真紧张，尽量安排民众甲囡仔完成注预防射，会使降低感染、减少中重症入院也是死亡率的发生。而且为了鼓励老大人注预防射，65岁以上的老大人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啊注预防射，会发500块的礼券，会使免费得到2剂的快筛试剂。目前南投囡仔注射率已经超过50%，因为本来中央同意拨的3,000剂囡仔预防射，所以临时划停。这3000剂就是暂时停播之后呢，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努力的来控制我们的这个疫苗的使用量，才有办法支撑到下个礼拜。卫生局嘛强调讲，囡仔排好预防射注射的时间一定会执行，请家长放心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